来继续来看，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最近提案，要来修改选罢法，主张要来有关到罢免的界线。内政委员会嘛决定这礼拜就会来排审。不过，即摆传出国民党内有无同的意见，有部分的立委反对这个会期就来修法，讲应该就要听专家学者意见。民众党嘛来放刁，讲无要支持这个提案。 柯建铭总召他也提出来选罢法，他认为应该修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检视民进党总调郭建铭过去赞成公职人员选罢法修法有关罢免的门槛，如今所讲会无算会，有民进党立会过去冇相关提案。你本末倒置的话，那恐怕你这个党内最后的魅力，法治在哪里？我们要面对法。 不要是因为中国先出了，我们要赶快来帮助。两边大力的小结，不过内政委员会已经确定7月初3举办修法公听会，7月初4正式进行法案随调审查。选罢法由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协调主导，代志到这个坎站，所传出党内有声音在谈。反正这个礼拜要审嘛，那审我们再来看，以及会听一些专家意见。 专家学者的意见，就惊党内各地咧小岛党团想要定调，采取罢免同意票多过被罢免的当选票，将做底线。这一局民众党是讲无赞成。这样子的提案，我们是不会赞成的。所以赖玉珍委员也已经清楚表态，他在内政委员会里头会出席，而且清楚的表达他的立场。7月初4摆审，高金送回大选请辩稿，那赢减关键一票，那官本含吴国昌达成修减门槛的共识。 如今嘛发声明反对，另外卖药店嘛讲无支持。国民党坦承修改选罢法是面对侪人的攻击。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